首安尼。好，搁一首小诗348首，救主甲是阮祈祷。小诗348首，救主甲是阮祈祷，好打群情对你讨，使阮心心打坚定，听你声音较平静，求你阿乐听阮祈祷，你惊伊欠你的求讨。来348首，咱做来吟。救主甲是阮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虽然伫即个时期有喜安袂搅扰阮，互阮袂当来到圣殿内底，甲阮三角敬拜你，主，但是也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少年的，无论阮的士大人，甲阮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主，我恳求你保守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等即个情形过去了，主，阮会当搁再来到圣殿，甲你三角组织听你的话。互你的话进入伫阮的心，求你保守阮伫厝内底，甲伫逐所在，甲阮做伙礼拜兄弟姊妹，拢得到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秘伫你的七股的底荫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面得到饱足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。咱三个来吟圣诗第2首，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请咱犹原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三个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入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所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普，罪赦免，就得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启用，咱掀开伫圣诗后壁，启用文第58篇。启用文第58篇，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这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。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国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。
我互人看做得要太阳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，三个来读，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父的爸，阮的主上帝，这是阮正人住伫遮，检查阮的心定淡，阮额头谦卑敬拜你。阮会记你伫年初的时，阮检查有侪侪新年新的目标，阮的计划可能是事业要搁较发展，可能是要学习新的知识，可能是要去趁搁较侪的钱，也是要去真远的所在旅行。总是因为阮所毋知影，即个小小的病毒，全世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计划拢总改变，可能会拢做变做空空。拢是阮感谢你，伫天灾疫情的面前，阮搁一摆看到人是袂当夸口软正的器具，阮大罪来出世，伫地上落落，到最后毋知啥物时阵就变做土。若是无主耶稣的救恩，阮的性命一目呢变空。感谢主，通过你的救恩，互阮有永远的活命。阮伫世间，阮的生命的意义无共款，阮嘛有无共款的计划。当灾难来的时，求主帮助阮，阮会当搁一摆重新看阮的人生，是毋是悠远，还伫主引带的路顶悬，是毋是悠远伫意，阮要完成主你所阮爱完成的计划。求主耶稣照伊的信息甲主爱来引带阮，帮助阮伫武汉肺炎的惊吓当中，阮犹原会当互相相听，想使阮疼心内体的猜疑，用互相帮赞、互相关心带导来对待阮身躯边、阮全国也是全世界的人。求主看顾病痛中的人，安慰受到病痛威胁的人，看顾因为疫情经济受到影响的人。当阮谦卑跪落来祈祷，阮的心会听到你的话安慰阮，阮就坚强。你的话是信息，有大大的气力，会当互病痛得到医治，互悲伤得到安慰。感谢你，赏赐阮台湾有政府，有好的领导，有健保的制度，互阮也是搁较搁犹原也是安全的国家。求主阮引带阮的政府会当继续有好的施政。继续引带阮的国家会当有平安，嘛保守所有第一线医护的人员伫辛苦中间也是有平安。求主看顾即时无方便到教会中聚会兄弟姊妹，可能通过网络的交通，阮犹原同心敬拜你。主你的手嘛的确引带阮做伙领受你的话，做伙伫生活中，阮要做伙更做盐。嘛期待疫情过去，阮众兄弟姊妹会当搁一摆来到这个礼拜堂，做伙来礼拜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阮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今仔日咱的赞美是搬石团契，因要来献诗叫醒我祈祷。
多谢潘州团契的服侍。咱三甲来看圣经，圣经记载伫历代志上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。伫旧约圣经的433面，历代志上第4章第9节。亚比书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。伊的老母甲伊号名叫亚比书，就是讲我生伊真艰苦。亚比书求以色列的上帝讲，愿你真实赏赐去互我，开阔我的境界。愿你的手常常甲我直直，保庇我无拄着患难，互我不致忧闷。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。咱讲道，请张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亚比书的祈祷。咱搁再一摆同心来祈祷。听人的弟兄，阮感谢你，阮今日伫遮聚集是你万般的恩典，甲阮三甲伫地。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今日清早起，阮要搁对你的话语的中间来得到头绑。互阮的性命来得到更新。主，阮来恳求你圣神，甲阮三甲伫地，互你话语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，拢真做去做阮生命的美娘。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阿姐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咱要来看一个圣经当中真特别的一个人物。这个人物记载伫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上卷内底。咱拢知，这个圣经历代志上卷总共有29章，其中有9章是咧讲以色列12个支派的家谱。若讲到族谱，大家是毋是感觉足无聊的？啥物人生啥物人一直生一直生吼。所以咧，伫这9章内底，大概有摕到500个名，500个人的名吼。所以咱来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会看到，特别来看到家谱的时阵，咱会想要怎？赶紧的跳掉有无？吼，无就看袂落去对无？看到就想要困吼。这个今仔日所要讲的这个人物，拄啊伫这个家谱的中间，都是伫历代志上卷的第4章。所以呢，咱若是看到家谱，就一直跳跳了伤紧的，咱就会甲这个咱今仔日所要介绍这个圣经的人物，嘛甲跳掉去吼，嘛甲伊的足重要的一个祈祷，嘛损失掉吼，所以这个咱今日要介绍这个人物，就叫做亚比书。这个简单的祈祷，就叫做亚比书的这个祈祷。其实，这个亚比书的祈祷一直记载伫圣经的内底，伊藏伫已经足久啊。毋过，
相信足侪人拢毋知影有一个叫做亚比斯一个人吼。伊直到咱伫即个2000年主后2000年的时阵，有一个牧师，即个牧师叫做魏肯森牧师，伊伫2000年的时阵写一本足细本的即个册，吼，即个册呢就叫做亚比斯的祈祷。即本册呢一出版。伊就真做当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的排行榜的第1名啦。即个作者讲，你若甲即个亚比斯的即个祈祷呢，吼，即个逐工甲读一遍啦，吼，甲逐工甲读一遍。然后呢，你若读30工，你就会看到你的即个生活、你的生命得到真大的改变，上帝就会来祝福你。伊讲伊已经用亚比斯的即个祈祷到30年啦。即个上帝呢，就大大来甲祝福。所以伊得到即个福气了后呢，伊就甲即个伊用即个祈祷来得到上帝祝福的即个经过，拢甲写伫即本册的里顶吼。所以呢，伊讲毋若安尼，你逐工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将即个祈祷文吼，无济啦，10经文尔吼。甲祈祷一遍，然后呢，一礼拜搁爱倒来看这本册，安尼呢，上帝要大大来祝福互你。伊的太太看到因翁即个牧师啊，即个魏肯森牧师出版这本册吼，亚比斯的祈祷，哇，赚足侪钱的。所以呢，伊嘛去出版一个叫做妇女版的即个亚比斯的祈祷，嘛卖了足好的。因囝讲我要读大人的，我要来出版一个少年版的，嘛是出版哦，嘛是卖了足好。有足侪纪念品，拢是亚比斯的祈祷的即个纪念品。当时呢，咱台湾中文版嘛，伫2001年吼来出版，当时来造成一个所谓的亚比斯的旋风啦吼。即本册吼，我无建议大家去买吼，因为即个册。内底的神学有一寡问题吼。好，今仔日咱要来看这2节的经文，到底是啥物款的祈祷会来造成全世界的一股旋风啦？吼，这个读带咱师的罗长老有来读这2节的经文，亚比斯比其他的兄弟搁较尊贵，伊的老母甲伊号名叫亚比斯，就是讲我生伊是真艰苦。所以亚比斯这个名好啊歹？无好啦，这个名叫做啥？叫做痛苦。若是伫咱华人的世界叫做阿苦，吼，咱苦瓜共款，吼，咱拢爱名头前拢记得阿一个阿啥物阿华、阿玲、吼，伊的名就叫做。可能叫做阿苦，行到倒来讲阿苦，无你笑一个好无？伊的名就叫做痛苦，所以呢，相信亚比斯嘛无瞒讲伊的名叫做亚比斯，叫做痛苦。毋过伊法度来选择伊的名无，这是父母予伊的呢，吼，所以伊无法度来选择，伊嘛无法度来改变伊的过去。毋过亚比斯做一个决定，伊决定要透过即个亚比斯的即个祈祷来互伊的即个保护伊即阵的名，保护伊叫做痛苦的即个状况，来影响伊以后一生的命运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当中，有真侪代志是咱无法度去决定的。咱无法度来选择咱的父母，咱无法度来选择咱出世的即个家庭，咱甚至咱无法度来经咱的主管，到底是要啥物人来成做咱的主管？兼在咱有法度来投票来决定咱的总统，毋过有阵时咱所决定的总统，甲咱所想的都无共款。所以有足侪代志，咱拢无法度来决定。这互我想起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啥？伊讲哦，毋通互过去来决定你的现在，嘛毋通互现在来定义你的未来啦。所以咱即句话啥物意思？毋通无管咱过去是偌悲惨、偌年啊黑暗，毋过无表示讲咱今仔日咱就袂使有一个光明的生活。不管咱现在是偌痛苦，
也是偌失败，咱对明仔载共款会用充满着即个望。即个经文一开始就讲亚比书比伊的兄弟安那较尊贵，尊贵意思是较有分量，值得人来来尊敬伊，用来得到荣耀。为什么一出世，好名就号做痛苦的即个人，叫做阿苦即个人，伊会用来变成搁较尊贵，变作阿贵？到底伊是安怎来改变伊的性命？安怎互伊的命运对即个痛苦来变成即个尊贵？所以伊改变的即个关键是啥物？咱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雅比书祈祷的即个内容。第一，咱来看雅比书来求救以色列的上帝。当伊的老母来叫伊雅比书的时阵，有足侪人来叫伊雅比书的时阵，安那足刺擦的对无？叫雅比书就想到啥？我捌互阮的老母咧生我的时阵受到真大的痛苦。所以，即个名对伊的一生来讲是一个乌影，是一个啥噩梦啦。所以，雅比书伊要来转变伊家己的命运，伊大成这样代志，伊来甲上帝的面前，伊来求救以色列的上帝。啥物求救以色列上帝？因为咱的上帝是互人尊贵的上帝。咱今仔日要真做尊贵，毋是咱偌有才调，毋是咱一直努力，咱就会真做一个尊贵的人。其中有一个上大的原因，就是咱的上帝，互咱变成尊贵，变真尊贵。所以伫撒母耳的第2章的第8节，伊安怎讲？伊讲伊对沉爱成全颂扬人，对粪扫堆高声欠缺的人。互较修炼三角座，煞接阳光的座位啦，所以咱看到，咱的上帝是专门甲迄个啥劳苦的人、忧愁的人、无地位的人、无前途的人三角做伙的上帝。咱的主耶稣降生伫倒位？伫马槽，是为着家己降做卑微的款式。是为着要甲遮个卑微鄙贱的人来做伙，互遮个人用来变成即个尊严啦。互遐互人看袂起的，互人排拒绝的，互人认为无路用遐个人，耶稣要甲遐个人一个一个找出来，甲放伫互因的性命来变成尊贵。第4篇3章的第3篇的第30讲，总是耶和华，你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阳光，阁是互我的头压悬的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是你的阳光，是互咱头压悬的上帝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的自卑，咱感觉我的学问无好，我的地位嘛无好，我的资财，我生做嘛无真好看。咱的事业，咱的成就，互咱安那？咱头哪担袂起来，而且爱会记哩。当咱来求救上帝，咱来找上帝的时阵，上帝要互咱变成一个有尊严的人。约瑟伫即个家家内底，所有的人拢甲袂记哩啊。毋过上帝对家家内底甲提拔伊，来成做一个尊贵的宰相。摩西伫旷野内底80岁。上帝80岁已经对人生差不多已经就是安尼啊，可能就伫80岁要准备要退休啊。毋过上帝对旷野内底甲伊找出来，互伊成做一个以色列的领袖。意思贴嘛是共款，伊是一个孤儿，然后上帝来安排好的安排，互伊成做部署的即个方向，最后来拯救。整个以色列，成对以色列即个英雄。上帝互即个孤儿对即个卑微的即个地位来背上即个树顶来做凤凰啦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咱有足侪人
检查咱的即个出世，咱的家庭拢毋是诚好，咱有真足善的，咱有真坎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咱的上帝做一项代志，做啥物代志？伊做伫约瑟，做伫摩西，做伫以斯帖，伊成就的代志，都是互因对卑微来变成尊严，共款，嘛要做伫咱的心上啦。所以咱的信心的对象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所以咱有代志的时阵，第一个我常常讲，爱来找啥物人？找上帝。第二，啥人爱来找上帝？因为咱爱拄起咱迄个 DIY 的迄个迷信。今日亚比斯检查用做一项代志，用靠家己做啥物代志？我甲我的名改掉就好啊。我叫阿酷，我改做阿士、阿乐拢会使吼，反正我改就好啊。毋过改名有效无？无效。一个人的性命若无改变，伊的性命、伊的命运是共款的。所以亚比斯来讲我靠家己的即个办法来改名，安尼敢有法度互即个亚比斯变甲搁较尊贵？无法度啦。一个方法就是伊必须来倚靠上帝。所以咱毋通安那，逐项代志拢要 DIY， 拢家己来，咱必须甲家己安那交托互上帝。所以亚比斯做一个决定，伊安那。甲伊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知痛苦就是亚比斯，所以伊甲亚比斯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就是甲家己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毋是咱每一个人？当咱拄着痛苦，当咱拄着忧闷的时阵，咱甲亚比斯共款，咱拢甲咱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也是我讲过，咱一世界找人讲。咱就是无爱找上帝讲，边仔人拢知影甲上帝，咱有上帝最后一个才知。当然，咱找人来讲的时阵，咱有帮赞咱来讨帮咱的一个负面的情绪。毋过，安尼无法度解决咱的问题。甲上帝会使来解决咱性命的问题。即个牧师，咱大家拢诚熟吼，伊是尼克牧师，伊对生来都无骹无手吼。毋过伊无骹。伊用伫短短一个月时间，伊就出去足侪世界、足侪所在来做见证、来做旅游啊。伊对细汉，伊讲伊足痛苦的。伊对细汉无骹无骹，所以无法度用骹来行，无手无法度来食饭。毋过呢，伊决定伊要做这项代志，伊要甲伊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啦。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所以伊讲伊的性命完全无共款，因为上帝已经改变伊的性命。虽然共款是无骹无手，毋过今仔日伊的性命毋是阁是痛苦，伊的性命是安那？是尊贵。所以伊一世界去逐所在，为着上帝来做见证，见证讲上帝互伊即个痛苦的人安那完全改变命运，完全改变。所以伊讲，你若性命要改变，你爱将家己完全交托伫上帝的面前。这是你跟牧师讲的。再来第二项，咱若性命要得到改变，咱必须来超越咱自我的迄个倾啦。亚比斯伫第10节伊讲，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，开阔我的境界。咱一般若讲到福气的时阵，咱华人来讲啥？多子多孙、多金多财，对无？多名多利，这拢是福气。你也想，亚比斯啦是甲上帝讲，你赐福我，你甲遮资源甲遮的子孙拢互我。当然，即个祈求嘛足好诶，上帝检查嘛会互你。毋过伊啦拢求这，上帝会应允无？你想？咱全世界足侪宗教的咱拜拜，咱华人足侪庙啊，你也去听迄个拜拜的人野香咧拜，咧求啥？都是求这啦，拢咧求这啦。所以足侪人拢咧求，啥啦？毋是逐个人拢得到即个上帝的答复。上帝落应允互你遮啦，
无啊。即个雅比斯甲上帝讲，你来开阔我的境界。境界是啥物？即个Wilkins 即个牧师伊讲哦，境界就是安那，即个事业愈做愈大，地位哪爬哪悬，影响力哪来哪大，银行的存款哪来哪济。哇，这真好吼！所以我讲即本册无去买吼，这甲咱的基督教信仰是完全无共吼。对，伊讲即个境界就是安尼，基督徒这讲是咱的境界吗？咱咧求的讲是就是这吗？咱知上帝有应允即个雅比斯的祈祷无？有诶，所以咱看到雅比斯的即个祈祷，毋是乌白求的，吼。所以毋过伊讲。即个祝福，互我开阔我的境界，到底伊所讲的即个祝福，甲即个开阔即个境界，到底是啥物？啥物是境界？伫旧约圣经内底，即个境界就是土地啦。伫《申命记》19章的第8节，伊安怎讲？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若照伊对你的列祖所咒诅下来开阔你的境界，要所应允赏赐你的列祖的全地，拢要互你。伊就是讲，耶和华来照伊所启示的即个应允，都是开阔你的境界。安尼你就会得到你祖先所应该得到的迄块土地。所以伫遮境界就是啥？就是土地啦，就是土地。毋过，咱若是做一个基督徒。咱每一工咧想的、咧求的，拢是上帝，你也开阔我的境界，你互我的土地哪来哪济，互我哪来哪厝哪来哪济，互我会用做包租公。你想，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嘛？当然，这个祈祷是袂歹啦，互我当然嘛真好。毋过，是毋是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拢安尼求咧？我想毋是啦。上帝毋是爱咱的眼界度加即个物件尔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诚做要安怎来开阔咱的境界？我讲开阔咱的境界，就是互上帝的境界来诚做咱的境界。这就是开阔境界的一个意思。毋是我家己的境界啦，是上帝的境界伫我的生命内底来诚做我的境界。啥物是境界？真正被开阔。啥物是上帝的境界？伫新约圣经内底有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第6章的35节，真重要。伊安怎讲？若是恁着听恁的对敌，好款待因，照人也无绝望啊！恁的报赏就大。而且讲啥？这上帝，这耶稣，这个教导咱的这个境界，伊讲爱安怎？爱听你的对敌啦，爱好款待你的对敌。然后呢，借人借人钱，免毋望伊的行啦。吼，这甲咱的境界袂差足济。咱的境界毋是爱搁较济土地吗？我借钱互人拢无行，我去了啊！吼，我永远我境界无法度来开阔。而这是上帝的境界。这段经文要互咱看，咱每一个境界真的是伤细啦，是安怎伤细？咱人所想的境界拢是安那？我要伫地上得到搁较济的这个土地啦，吼。所以上帝，你互我土地，这就是开阔我的境界。咱人所想的，就是我对敌安那对我无好，我要来报仇。毋过上帝的境界毋是安尼，上帝的境界是咧问你伫即个地球，你会用互人偌济物件？这是上帝的境界。上帝的境界毋是讲你要安怎来报仇，是你要安怎来听你的对敌。上帝的境界毋是讲即个人欠你的，你绝对爱讨转来。上帝所讲的境界是安那？你会用来饶恕遮的人有偌济啦？这叫做上帝的境界，这是人的境界，这是完全无共款的即个赞助。所以伫遮开阔咱的境界，咱爱想的毋是土地，是安那？咱会用听
人有偌济啦。咱搁转来即个束缚，即个议题，讲到即个福气，咱拢知，咱会讲到一段经文，就是阿伯拉罕上帝讲要束缚阿伯拉罕，伫创世纪的12章的第2节，伊安怎讲？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束缚互你，互你的名最大。吼，听到遮拢袂歹吼，成做大国，互你的名最大。毋过有一个条件，安那？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，你也互别人得到福气啊！所以这是上帝要互阿伯拉罕的即个福气，即个福气就是安那？阿伯拉罕先得到福气，伊用伊的福气互别人嘛，安那？来祝福别人，自己先蒙福，然后再去祝福人家。这是亚伯拉罕的赐福的一个层次。咱今仔日若要搁较有搁较悬的即个境界，即个境界是啥？就是伫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所讲的，爱安那，无用歹报歹，也是雷骂报雷骂，反正着祝福，因为恁受调是要互恁承接即个祝福，有看到无？有啥无共？即个福气是你先去祝福人。先去祝福人，你才得到福气。先祝福，再蒙福，特别祝福谁？你的仇敌啊！哦，所以呢，伫即个是上帝的境界，伊是愈悬啊。所以咱若是讲有上帝的即个境界，咱的性命咱就完全无共款。咱今仔日咱的境界来讲，啊，上帝你来开阔我的境界。啊，然后安那，我要搁较侪土地，我要搁较侪名，搁较侪诶，即个利益。啊，咱遮物件啊，拢上帝拢无互我的时阵咧，我毋是搁变做牙秘书，我毋是搁变做痛苦嘛。咱若今日是上帝互咱遮个境界，咱看到咱来做，咱是毋完全无共款的一个人生啊。所以这2节经文，伊有完全无共款的一个处事。头前阿伯拉罕是蒙福了，再去祝福；彼得前书咧，先祝福再蒙福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茫咱的即个境界到底是偌宽咧？咱是要爱搁坚守吼，咱家己即个境界土地能得到偌济，也是咱要互即个上帝境界来讲做咱的境界咧，都是咱用互人偌济，咱用来听人有偌济，咱用来要挟有偌济。搁再来，咱要来看降服伫上帝的一个主权。基督的第3句话讲华语叫常常与我同在，吼，常常与我同在。伫汉语本圣经叫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，吼，这是较接近原文的意思，吼。咱就讲上帝常常与我同在，咱主日学拢会讲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吼，因为有上帝甲我伫地，我都安那唔惊啦，一直游到天家啦，吼。咱最细汉拢会晓唱这首诗歌。这5个字，上帝的手伫我的心上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上帝的手有几个用象征？第一个象征就是伊是代表上帝的快乐；第2就是上帝的恩赐；第3就是上帝的德性。所以雅比斯甲即个上帝祈祷讲：你常常甲我伫地，愿你的手伫我的心上。这是啥物意思？毋是讲上帝的能力伫我的心上，我就迄个亲像超人，迄个超能力，我要做逐项代志拢会使，毋是安尼。迄个上帝的大快乐伫我的心上，就是即个大快乐伫我的生命内底会不断来塑造我的生命，即个快乐会不断来改变我，即个快乐会不断来甲我雕刻，来成做上帝所下用的一个器具。所以上帝的快乐是啥？是一个改变的快乐。再来，上帝的手嘛是一个恩赐啦。
咱求上帝来引带咱的一生，常常上帝会指出咱的一生爱安怎来行，但是咱是毋是愿意顺服来行咧？咱常常拢安那，拢毋敢。上帝，你来引带我一生，行安尼祈祷的时阵，上帝甲你带去非洲来宣告。咱是毋常常上帝带咱去迄个咱想袂到迄个所在，所以咱常常是安那。上帝互咱一个方向，但是咱无愿意照上帝所互咱的迄个方向来做，咱无愿意顺服。所以伫遮，上帝的手伫我的心上代表是啥？我要将我的性命主权交互上帝啦。上帝，你讲啥？你指出，你引带我行一条路，我都愿意顺服来行。再来，上帝的手是一个得胜的手。得胜的手是啥？相信上帝的手大过咱的手。咱今仔日才有法度来降服伫上帝主权。诗篇44篇的第3章甲咱讲，因为因毋是对因的刀剑来得到土地，也毋是因的手救因，就是耶和华的只手，耶和华的手骨，你的面会光来救因，因为你欢喜因啊。靠啥物来得到土地？靠啥物来得到得胜？靠耶和华的只手，所以伫遮咱看到，咱性命要得胜是靠啥物人？是靠耶和华的手，是得胜的手。所以上帝的手伫我的心上是啥物意思？上帝的得胜伫咱的性命的内底啦。所以雅比书以色列的上帝来讲，愿你真实来享受福气，互我开阔我的境界。常常甲我三角地地，保庇我无遭遇即个患难，无受着艰苦。咱伫遮看到，赐予我开阔我的境界，教我地地，保庇我。咱会感觉即个雅比书祈祷，嘛是足自私的吼，逐项拢我吼。其实你咱遮来看到吼，即个我无共款。这个我是一个咱的文学内底叫做受词，受词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有受词，就一个主词，主词是啥物人？就是咱的上帝。所以伊来讲啥？上帝，你祝福互我；上帝，你来开阔我的境界；上帝，你常常教我三角地地。所以咱看到这个雅比书的这个祈祷的内底。永远是上帝为主啊，所以伊是一个活出掠上帝最中心的一个人生啊。咱若是要性命来改变，咱必须参照这个雅比书同款，咱凡事掠上帝做咱的中心。再来，咱上尾一个就是无互咱拄着试探，叫咱脱离即个凶恶。这是咱的祈祷文内底所讲。人上大的悲哀是啥？毋是拄着婚姻的失败，毋是事业失败，毋是拄着即个武汉的疫情，毋是遮物件。人上大的悲哀是啥？是经历着不幸，却无学着即个功课。人上大的悲哀是啥？经历着患难，互上帝来管教了后。犹原无搁较来认捌上帝，来认捌上帝的心意啊！搁一个悲哀是啥？明明知影上帝是的旨意是啥，但是咱就是无愿意活出上帝的旨意。雅比书的这个性命会去互上帝完全来改变。伊祈祷讲啥？保庇我，毋通遭受患难，无受艰苦。这啥物意思？这个祈祷是啥物意思？保守我免得落入这个罪恶的中间呐，这就是保庇，保守我不要落入罪恶的当中。但是免问的是，这个恶到底是别人还是家己？咱常常讲迄个歹拢是人的，拢是别人害我。咱拄有啥物代志我做遐衰都骂伊啊。所以咱常常咧讲。这个歹定是别人啊，所以这个魏肯生牧师讲啥？伊讲这个
保佑即个罪恶的意思，就是讲伊求上帝参像即个家母共款，将咱保护伫伊的骨的下面，互咱无拄着辣椒来欺负咱，互咱无得受伤，这是真好。因为即个歹是对外口人，咱参像辣椒内底安尼来攻击咱。所以第4篇71篇的第4节，咱嘛已经看到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啊！所以这我是讲，歹是别人，上帝你来保守。毋过，搁一项，歹若是家己的，即个歹若是家己。我来欺负人的时阵呢，上帝你来保守我嘛？保守我欺负人顺利嘛？毋是安尼嘛？哦，所以咧有当时啊，即个祈祷真水的所在，就是伊常常用即个祈祷来检讨家己的性命。我是毋是有安尼？我是毋是真做来欺负别人的人？我是毋是真做伤害别人的人？所以我嘛真做迄个所谓的即个歹，无受艰苦。雅比斯祈祷讲，不受艰难啊！即个啥物意思？上好只歹代志拢离开我，上好拢莫互别人造成我的痛苦，是安尼嘛？雅比斯来讲不受艰难是安尼的意思，我会讲即个人会哪来哪痛苦，因为伊作来作自私的，伊逐项拢为着家己，你拢莫来制造我的即个艰苦。即个所在毋是安尼讲。即个所在无受艰苦的意思是安那，互我无变成别人的痛苦。所以无受艰苦的意思是啥？我不会使别人痛苦，我不至于使别人受苦啦。这是一个真悬的一个境界啦。你若是安尼祈祷，你甲上帝祈祷讲，上帝你来改变我，互我的性命成做别人的祝福，毋通成做别人的即个啥伤害。上帝改变你无？绝对会改变你啦。所以咱看到上帝到尾有应允伊的祈祷无？有应允伊的祈祷。所以呢，我必须捌上帝来祈祷，讲我出世的时阵，互我的老母来受苦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是毋是愿意安尼来祈祷？最后即个英国作家，这就小可看者吼，伊讲咱人吼。毋望咱的性命会改变，就是安那，咱心受到圣神的感动，互咱看到咱有这个需要来改变。第二就是咱的心已经拢破碎啊，无改变袂使啊。雅比斯的性命到底是安怎？伊来求上帝改变，这无重要，因为这拢已经过去啊。咱每一个人毋望咱的性命会用得到改变，是啥物原因？这嘛无重要。重要的是啥？上帝来用互即个雅比斯来成做一个尊贵的人。上帝今仔日会互咱来成做尊贵。咱常常看到圣经内底，将雅比斯将即个约瑟将约伯、将大卫遮个人，我讲遮个人拢是极端的人物啊！啥极端的人物？我相信咱在座无人参像约瑟共款，互伊的阿兄袂去埃及吧。咱内底嘛无一个人参像约伯共款一暝所有的囡仔、所有的财产拢无家破人亡啊！毋捌有这代志吧？咱嘛无亲像大卫共款嘛，互你的主管追杀17年嘛，咱拢毋捌有即款代志啊。毋过即款的遮的大卫、约伯甲约瑟遮的人，咱拢看到上帝来改变因的性命。互伊对本所对内底来成做尊贵。今仔日上帝共款要互咱对即个痛苦的即个命运来成做尊贵。所以今仔日雅比斯的祈祷啥那是遐尼重要，因为伊互咱看到一个真理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一生爱牵调伫上帝，咱来甲咱的痛苦带到上帝面前，咱来求上帝来改变咱的性命。我相信上帝愿意，因为伊已经十字架顶来为着咱来牺牲伊的性命，伊已经来赐予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未来。所以，迄个代志已经做成，
是咱要安怎一日一日照着咱的祈祷，搁较行伫上帝旨意内底。这是咱来去思考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今日你照着亚比斯的一生，照着伊的祈祷，互阮看到阮基督徒的生活，阮的性命。主，你为着阮来陪命，你就是要互阮得到新搁好的一个丰富的性命。主有当时啊，阮家在得意伫地上遮的土地、遮的物质，主阮无看到天顶迄个永远的赏赐。主阮搁到一边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来开阔阮的境界。互阮带着上帝的境界来看阮所有的一切，来看阮的命运，看阮的一生。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阁恳求你来改变阮，成做别人的祝福，毋是成做别人的伤害。主，阮恳求你伫阮咧行天路的每一天，你拢用你的圣神教阮三脚伫地。阮相信你的手伫阮的心上，你要来引带阮的一生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多谢牧师的讲道勉励，咱三个吟圣诗348首，求主教示阮祈祷。请坐，请咱准备咱今日奉献，请明显主事甲梅hin主事。
侪。报告，教会消息，第一项吼，伫疫情期间，若是无方便来教会参加主日礼拜的兄弟吼，会当伫咱的主日礼拜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参加吼，会较有网址吼，也嘛有 QR code， 若是有问题，当请中级也是办公室吼来甲咱斗相共。第二，咱南门教会关于武汉肺炎的应用的措施吼，第一个就是咱2场礼拜以后的早餐甲爱餐拢暂停。第二，咱会友若来到教会，咱会当有对身体有好的自我管理，嘛准备喙安。教会咱有洗手液，嘛有酒精甲体温计。第三，咱长者以外，请咱尽量咱用楼梯来代替电梯吼，伫电梯内底嘛，请咱尽量莫讲话。第四，咱的平安礼暂停，咱请咱互相点头，也是拱手来代替握手。第五，团契的聚会，请团契家己来决定吼。总是团契咧聚会是会记咧开窗啊，通风爱注意，嘛注意家己身体的自我管理。第六，就间社区的活动，嘛会看疫情的变化来做调整吼。第三，咱教会的妇女团契查经祈祷班、成人主日学、大卫包生讲座、长青乐活、智慧型手机班、拜六的才艺班、桌球比赛，拢因为武汉肺炎的防疫高峰暂停吼。咱4月初5本来要举行圣礼典、洗礼甲圣餐，嘛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来暂停吼。第四，咱的长青乐活班甲手机班即期要暂停吼，学员会当选择保留还是退费吼，再甲办公室联络。第五，咱4月甲6月的事工议定表，请各团契伫拜2、3月20进前会当交办公室。第六，咱教会2年读经的活动吼，已经伫3月14号来结束吼。感谢主会当，互咱完成读经的目标，求主会当互咱伫上帝的话语顶悬搁较进步。第七吼，咱南门幼稚园要征求教师1名吼，请若是有适合人选吼，会当甲总务处来推荐。集体消息，请咱为着黄昭家执事苏顺斌兄弟因善会姊妹艺术后的恢复甲复健，嘛为着咱中间长久行动不便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咱三甲来吟上用388首，应光归圣父上帝，上用刷请牧师祝祷。光归圣父上帝。咱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伫地，对这碟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